繼續咁啊42題咯喎，咁啊有條直線，有條圓形，咁啊唔使問㗎啦，都係將佢 mix 埋一齊㗎啦。OK，咁啊你可以真係代入去啦，或者用個 program 去計啦。咁啊有 program 咧會方便啲嘅，program 2嘅2啊嘛，答案有 K 喎，咁啊作個 K 咯，因為你唔作個 K 咧，你撳唔到 program 2嘅。program 2嘅2撳咗直線先，1負1負7，再撳圓形2負4負1，哎呀出999添嗱。999咧，其實代表咧佢係冇真實嘅交點嘅。不過咧，數學上咧，我哋可以照計嘅，唔緊要嘅。不過你要撳 Shift EX 啦。第一點咧，我哋想像佢係4加4.69i，係個 x 坐標嚟嘅。咁個 y 坐標咧就係負3加4.69i。咁啊，第二點咧，個 x 坐標就係4減4.69i，個 y 坐標咧就係負3減4.69i。嗱，其實呢啲點咧唔係真實存在嘅，咁但係數學上咧，我哋都可以用佢哋咧嚟計個 midpoint，因為 midpoint 咧其實就係所謂兩個 x 坐標加埋一齊除2，就會計到個 midpoint 嘅 x 坐標噶啦。正負 i 約咗4加4除2係等於4，咁啊邊個係4啊？記住你作咗 k 係7啊嘛，1加7除2咧，答案就係4啦，所以答案咧係 C。